Can my toddler understand extremely difficult sleight of hand? We'll see. 陣時呢個俾咩牌？你做喎，呢度1、2、3、4。嗱，你記唔得呢啲叫做煙屎叫咩話？叻仔 ，OK。咁呢4隻煙屎咧，1、2、3，4隻煙屎係咪啊 ？OK， 4煙屎咧，我擺喺度先 ，OK。咁除此之後咧，喺住咯喎，陣時睇先，喺呢度咧做咩？喺度有1、2、3、4，呢啲叫做鐳。係啦，呢叫鐳，1、2、3、4隻鐳係咪先 ？OK， 咁呢4隻鐳咧，我擺喺邊啊？我擺喺呢副啤牌唔同嘅位置啦。1，跟住2，跟住3，跟住4。OK，嗱呢4條鐳啦 ，OK， 4條鐳啦。你想將佢擺落去面啊 ？OK 好啦，嗱，幫爸爸手將呢4隻鐳仔咧，幫佢拍落去，耶，入晒落去裏面，係啦，入晒落去裏面啦，係咪先？入晒去裏面先，入晒去裏面係咪先 ？OK， 咁呢度咧有啲煙屎係咪先？睇煙屎啦喎。咦？點解咁樣嘅？點解煙屎俾1、2、3、4鐳嘅？咁樣鐳喺邊啊？睇住喎，裏面中間咪㗎？1、2、3，哇！1、2、3，4條煙。